明月光，為何又照地堂？寧願在公園躲藏，不想下堂。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，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罰留堂？孩童只盼望歡樂，大人只知道期望，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體恤對方？大門外有住那重量，卻如同幻覺。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磅下重。陪我趕出我們最後可以生疏。誰怕趕？誰會可比得過孤獨探戈？難得可以同坐，何以要忌諱赤裸？如果心情真有療效，誰怕暴露更多？我別怕你。熒幕發光，無論什麼都看。情人在分手邊緣，只敢喝湯。就若沉默至今，還談什麼戀愛？寧願在 Anime 面前打飛。